讲要平常袂清。互你两支手举两支大腿，怎样举下来，拢毋免讲。你着行较酸啊，讲我无法度啊。所以逐项拢是练，拢是练出来。你看安尼苗条吼，讲食菜讲无力啊，迄讲拢较变变着，安讲迄20分啊，比查甫诶讲了较较有力啊。你嘛看安尼咧。你要掠迄个带个掠关要讲，迄无简单嘞，迄真无简单嘞。你等下南庄是，你有若厝两支底啊，等去厝吼，摇关，等你讲嘛嘛，面头甲放偏关，安尼通，安尼有哪安尼讲，试看嘛看着，知影讲，安尼有年头啦，所以讲诶时阵看人咧做，哪像足简单，咱若看着过去哦，若看着遮讲书咧讲道理背就好，才讲遐久啊，才遮。这是要有偌久，头当讲遐久啊！你看伊咧讲吼，都毋免出来足简单嘞，安尼嘞。咱若要学吼，真困难嘞。将过遮当时咧教，手会拖呢，安尼咧会惊呢。有学是有学，毋过两只脚拢注意咧，安尼。伊讲无要紧，无要紧免啊，大众甲当做西瓜头，安尼啦。有人时遐时内咧做工书，伊也拢白白呢，就拄仔讲互遐伊也听咧，迄人也毋知上我这拍带啊，为着要讲我习惯，徛会知，徛会知袂惊，袂惊道理就来。你若会惊吼，一心咧惊，你想要讲啥，我怎啊袂记一句，袂灵感，袂灵感。过去咧讲道理哦，读即阵无共款，较早啦讲一个故事啦，42篇的一歌经啦，也讲一个因果安尼尔，大家听到吼，耳仔拍拍的，人咧听嘛是安尼咧听咧，足认真咧，像即阵咧，讲书无所不用其极咧，迄经典吼，今仔无简单咧，今仔请老师过去咧讲，来遮咧透过讲书讲互咱听咧，老师咧当时所讲的咧，因为今仔要听到这经无简单咧。道德经呢，伫全世界排第一位，所有的经典就是道德经，道德经的票数上悬咱今仔日会当听到这部道德经，就无简单。所以咱毋通讲咱无法度，每一个人都有法度，只要你要学甲毋学安尼。有阵时我甲大家报告所有的经典为咱所编排出来92本，看是经。是数，是注，注就是空注、增注、脑注即种啦是注，是积，是其他啦，是编，自家会编迄个孙家编法安就对啦，迄种种拢有啦，无论是东西汉书，种种算的，有人编入92本，你若讲会出来经书，伊就拢有，伊就拢有。所以讲这有阵时互学老师是我的手机来，我若要看要看对本经典的，我甲点落，看要第几章，伊就走出来。讲好，透人遐用心啊！你一个经典呢，迄是要编偌久啦？迄若互我甘愿讲举手头，讲我即世人嘛无法度咧，安尼。毋过你无法度，别人法度啊！你无可能，人别人有可能啊，安尼啊，所以讲有阵时我若咧讲，有阵时你毋相信。手机程式 APP。种种拢有安就对了，互海一个甲看的吼，我讲好，人太遐用心啊，平时这个人吼，太真正迄头壳遮尔好遮尔用心啊，其实讲啦，在咱修行学道，对人无共伊咯，世间足用心的人足咱尔济，
今仔有当时啊，敢叫咱修行学道来遐听道理，有当时啊听一歌都拢困不了困的，对毋对？哎，互我坐伫后壁吼，嘛拢有当时啊会拄久咧，毋是我骂啦，我会晓讲啦，我家己有哪会啦，毋是我骂啦，安尼，啊我嘛无爱困的，毋过拄只头有咧坚持讲诶，你袂使共困上久就歹势，对工书歹势安尼，遐话来遮我拼命困啊，吼，啊讲伊啊困我的啊，常常咧听的，吼安尼，咱若安尼就对不起着家己啊，对不起上天，对不起家己啊，我昨昏咱人会爱困。啊，小我头拄起就头一杯来听，吼，较认真听，安尼就无对起咱家己啊，吼，对起咱家己。所以人讲为我一三性见心，为人无义不忠吼，与朋友交不信吼，团不息吼。现在为人无义不忠吼，迄个为人无就讲你共做工课，有诶人拢爱说，啊我食头路，安尼共浪费时间在过薪水走尔，那安尼对你家己无忠，吼。你去共做工，啊你共趁1000外箍，你做有迄个价值无？你也家安尼望你心肝望看卖，吼，若无迄个价值，无良心啦，你对家己无忠啦，啊，对家己无忠，对头家无忠啦，吼，所以你共领偌济薪水，爱做偌济价值，圣人在甲咱教，安尼叫做忠啦。话人讲嘛，啊这5工的啦，拼命补的啦。啊，你要摸一个吼，啊时间上咧害吼，啊薪水嘛是安尼发，你要拍拼讲较歹听，是要葡萄假面啊，好好话就安尼甲你讲咧，吼安尼，啊所以讲诶心内安尼心内就无忠，其实你做偌济工课，人拢看出，吼，迄话若看互头家来啊感觉吼，迄就是做后摸啊，吼，伊若互我要请工吼，我拢袂去甲伊看无来个，吼，若上过去咧做事咧先菜头啊。啊，一个人是你拢先偌济，啊，请你几个人，头尾就几年，你到底甲我先几年啊？我无一个你拢搞摸啊，嘿，你拢骗我骗你，吼，啊，你若讲有正常差小可尔，有哪诚认真，画骹手较尾，画骹手较慢，这差小可尔嘛诚认真啊，安尼，吼，啊，若做到头家遐感觉，迄就麻烦啊，迄就是老毛啊，吼安尼，吼，所以讲吼，啊，你安尼想，人有哪在看？啊，毋是咱家咱相咱着，安尼绝对袂使。啊，所以讲今仔日倒来呢，即首歌今仔有较特殊，今仔老师呢，卢老师呢有邀请到咱迄个信息单位有几位呢来遮合并啊，吼，参咱遮啊做来演奏啦，吼。所以讲其实拢共道场，啊，即马安尼出来遮吼，啊，大家互相见合啦，互相见合，啊，增加即个喜气啦，吼，啊，这非常的欢喜。今仔日呢，要迄个这条歌呢，这首歌呢叫做《人西》，吼，人了，吼，人西吼，哦，迄若有一个西头咧，遮人有哪袂歹看，哎对啦，吼，你茫做啊摕起来吼，啊像人若伫歌乡吼，啊一个西头带你的迄个乡岸都安尼人人的，安尼坐遐徛要摕钱安尼，安尼嘞，吼，安尼，话题上少伊都无啥爱呢，迄人西有骹步呢。迄骹步打厝就爱耍这步骹就爱抓落，啊，若爱跳个拢对跳，吼，迄有步数，迄训练是无法度咧，安尼。也今仔较停啊要弹，就是即个人西，这咱老师做的啦吼，而且讲咧吼。今日坐在云端内，诚心诚意上天灾哦，啊安尼，哦，这是做白文化啦吼。今仔日咱大家拢坐伫云端内，啊有诚心有诚意上天拢知影。咱人拢有人讲天灾地灾你知我知，别人拢毋知。啊，为啥个天灾地灾啊？靠迄无人知。咱人拢爱讲，我甲你讲，你毋通甲别人讲哦，袂输拢无人知啊。毋免自己大家拢知，哎。所以讲，规矩若要讲，安尼你毋通敢讲，你毋通敢讲，大家拢毋知，敢你知呢？啊，你若甲我讲好，啥物人干，啥物人安怎，我甲你讲哦，这严重哦，这袂使讲哦，安尼哦，这若讲代志就大条哦，绝对毋通讲哦，安尼。即摆互人甲我讲，我就听好，我就来甲我迄较好诶，我讲吼，好某人讲啥安怎，这袂使讲个代志大条嘛，我讲伊知，你该知就好嘛。啊，迄个嘛讲，朋友知，啊一个团结，大家拢知。吼，所
所以讲有当时啊，先拢讲叫做守口如瓶，吼，有当时啊吼讲叫咱毋通讲，伫遮都还袂转去的，伫遮咧开会，我毋通讲，出去逐个拢知啊，安尼看有劲无咯？缩地由团面成言，伫大学安尼圣人安尼讲，缩地由团面成言，比摕花搁较紧，安尼就对啦，安尼啦，比咧摕花搁较紧吼。所以咱修行吼，讲叫咱毋通讲，拢讲，世间无有毋通讲的，安尼就对。然后世间无秘密，阿娘头仔都有迄个香啦，安尼就对。吼，所以是有当时啊吼，家己吼爱诚心，你家己诚心诚意，上天知影，你骗不了上天。有当时啊，今仔是抱着应会，还是真心来听的，吼，为是应会尔，来困伊个。看伊个册，买伊个手机啊，安尼，讲师讲讲师话，做我家己个，上天拢知影。咱来对起着天，对起着咱个良心，所以讲上天拢有体甲咱看。你有诚心无？上天是爱咱迄个真诚尔，咱修是爱真诚尔，毋是讲你做我讲道理，做我讲道理尔，讲无照安尼做吼。最起码讲10分无，你嘛爱做6分，4个甲你嫌，6个学落，安尼你就成功啊，你就入格啊，安尼就对啦。若要做甲十全十美，无简单啊，无简单。较早互我讲过吼，有人是无简单，人个当中吼，脾气毛病作别咱真济啦。喙甲喙忍耐性拢无，喙甲喙会伤害，伤害淡毋对就安尼吼，像真个夫妇有当时啊。淡薄通做，你行你个阳光道，我行我独木桥啦，刷去安尼就对啦，安尼当时呢，伫恋爱吼，下时阵吼，汤淡蜜甜啊，小可口角安尼尔就安尼花要刷去，即阵现实比较早较避暑，较早还要约会手牵手都好快咱都会笑的，对毋对？安怎约会你知毋知？较早有当时啊做事安尼念嫁婚约会后壁沟，你嫁婚约会伫后壁沟啦，甲咱男朋友后壁沟。官尾拍甲做河头啊，迄官迄真悬拍甲做河头，我要去做约会，我拍到遐，安尼就是八对安尼就对。官尾拍甲做河头，人知影话某人头上要约会迄就脾气甲透啦。也毋知对一个夭寿骨来甲阮透啦，破坏阮的姻缘是无够啦，知影无？较早交配你当做4、5年迄偌够你知影无？这约会安尼即阵毋是啊，即阵讲较歹听咧，手牵咧安尼安尼袂带讲安尼拉袂安尼好，互我讲迄内真互咱这真歹老婆安尼啦，现代社会迄无稀奇啦。所以讲的是过去较避暑，无像即阵安尼，也欢喜就斗阵，无欢喜就分开啦。过去是分开，互我捌讲过，一对夫妇，因先生是数学教授，教授毋是老师，也有教授因太太是较社会气，交陪真宽，较爱佚佗，较爱参伊较外向安尼啦。因先生呢，迄教授呢，较内向。较内向，较毋爱参人安尼，安尼有诶无诶。转来太太有当时时阵袂记来煮饭上爱煮烧饭煮饭，阿仔某就搁加话啦，安怎爱念，念了逐个念一个久哇，逐个拢起口角，一个起口角到尾忍袂牢，讲无安尼啦，你若嫌我无来离开个啦，你做你，我做我，安尼拢免着遐，拢袂嫌伊啦，安尼就对啦，因先生讲水怕水要离就来离为着一时呢，无忍耐呢，就离啊，就离。讲离呀，我凊彩讲你凊彩我要离安尼，甲讲苦嘴要离就甲离就离婚。即摆因离婚想讲因嘛做毋甘愿啊，因太太嘛做毋甘愿，先到时说啥物啊？伊买份离婚了后，转去长长的转来，伊当然留一条批互伊啦，留一条批啦，可能倒仔点伊包，看过来就离开啦。伊条批伊就甲车落去看阮太太。无闲的太太毋知交代啥安尼就对啦，毋知写啥安尼。伊无写啥，我来写数字。你既然数学教授，我就写数字啦。伊甲写145
乘以1/5数哦，伊就拍拍的1数乘以1/5数等于都22330，啊，即摆搁除以数哦，除以数哦，等于都5.582.5嘛吼，啊，即摆搁搁一个挂号，1加1后壁甲写一个80啦，安尼80啦，安尼啦，嘿，这数学教授算无啦，1加1得2啊，啊，闲啊后壁搁一个80，嘿，迄叫拢无安就对啦，到尾啊呢，这2餐你叫无啊？我问我学生啊，我30外学生，敢真正袂一个知影，啊若袂一个知吼，这偌大啦安尼。伊怎啊毋捌，怎啊自家去问伊的学生呢？好，今天老师呢做个题目呢，算数给大家算啦，安尼啦吼。啊，就大家吼，伊就写乌帮啦吼，1数5乘以1/5数除以数挂号1加1后壁80，安尼啦。迄个看头前遐一点先先做我读册吼，大家拢爱头，我无啊，人这也拢毋捌啊。啊，教师上我都毋捌咧，啊伊太会捌，吼，啊嘛无嘛看30外个，一个捌的无。迄拄啊一个上他们读册个啦，上他们读册啦，拢小个咧混的就对啦。知道的举手，迄个举手啦，大家拢点点啊，大家拢看讲，你知道吗？伊讲老师这个很简单啊，大家见到头发要歹，迄个安尼讲出来外口咧无认真读册，讲这个很简单啊。好，你出来写啊，老师，这个太简单了啦，这个是在骂人的呢，讲这个骂人的啦，安尼啦，你看是骂安怎？1数5就是咧讲1数5乘啦。啊，这名人讲吼，你是教授尔，你做代志无人会成功的啦，敢若误驾车安尼尔啦，安尼啦，哦，啊乘以1/5数，1数5，各位你就知影嘛，1数5乘嘛，啊1/5数1/5数处嘛，1/5是处啦，无讲好啊，那你吼做人失败无讲好的，安尼就对了，哦，除以数，数就是4嘛，吼。除以数嘛，你做人拢失败嘛，吼，按你这个数1加1等于王嘛，啊，1加1个条件就是王嘛，数王八蛋，后壁八蛋来，丁美先生，你这个数王八蛋，哎对，哦，这个迄个教授看到迄个学生哦。哇，认真读册拢毋捌，啊，这无认真读，嘿，这小的汉吼，这小天吼真正真厉害啊！伊学生多甲一个下尔，原来阮太太毋甘愿咧骂我1/5数数1/5数乘1/5数乘啦，啊1/5数数啦，啊这个数王八蛋啊，就对了，啊对，吼，你看咱哇，我连做阮太太毋知甲我交代啥呢，原来就是咧骂我的安尼啦，毋甘愿咧骂伊的啦，吼，啊所以咱人有当时都爱忍耐。吼，相拍嫌无咱，啊相骂嫌无话。有当时若相骂吼，好啊，都10外台拢出来安尼啦。啊若好讲啊，讲了伤过啊，安尼就对。迄阵咧学会拢上慢啊，吼，拢上慢啊。啊若咧相骂拢毋坏，我你拢毋坏，要相拍较坏占多，啊若咧相骂拢毋坏。你若坏吼，哪骂哪大声，有人写要拍要死，安尼就对了。像我若甲拍你会占嘛，对毋对？吼，啊！你若我会占伊，大人嘛较忙落咧，其实摸唔着，迄个咧占的，因太太摸无着啦，安尼啦，吼，啊！你会假头会来占，我就讲伊啊，对毋对？吼，啊！假无就去拍嘛，好，真正出手呢，真正拍呢，啊！真正拍拢拍着迄种干车，安尼就对啦，吼。迄个坐去占着，咱拍得较好啊，讲啊，我有够衰啊，我叫讲甲安尼吼，因太太拍无着都拍着我，啊！家婆，你看人讲你家婆，各位家婆安怎？土皮疼啦。安尼，家父就讨赔听嘛，吼，所以讲吼，咱人有时啊，修炼爱有忍耐性，吼，爱有忍耐性，吼。所以讲天拢知影啦，吼，爱规矩矩呢，啊，勤礼拜，咱爱规矩矩勤礼拜，吼。拜爱有规矩矩呢，话拢无照规矩呢，迄是规定咧拜吼，安尼咧花合无呢。迄若家己咧拜偌紧，你敢知？毋知咧讲啥呢？迄话叫混长，像我点点啊，小小2块5块3块4块5块6块，好，我就安尼念安尼好啦。哦，伊才3、4、5、6、7、8、9，好，我就安尼念啦。啊，别人听安尼背起来，安尼就。哦，其实吼，这拜拜嘛，是种个享受，是调养咱的身体。哦，这调咱的身体。哦，若讲个身呢，
啊，要爱水火气济，咱即年水火未济月，上下经34呢，到水火气济兼未济，后壁佫有一个未济月，啊未济就是吼颠罗颠倒啊，咱咧拜遮叫心火心水，吼啊咱的水伫下骹，啊火伫顶悬，安尼所讲身体较会破病。啊，咱若咧拜就无共啊咯，水就伫顶悬，啊火就向下，啊咱若咧行水，火伫下骹，啊甲行水就会滚，啊身体就会好，气就会畅通，啊对咱身体有好。大下摇摆吼，对咱身会有好处。毋通伫遐讲腰酸背痛，好拜啥腰酸背痛，你某一间拢有病啊，所以讲你拜才会痛，安尼啦。啊，你若拜到好袂痛，你个病自然就好去啊。哦，所以讲咱人吼，若讲下时阵带病才知影讲吼啊，生命的宝贵，才知影想要去问药的，安尼啦，上较早互我作用，吼。迄阵咧教台拳的时阵吼，迄阵拢作用啊。前摆一个老师傅一个来，啊到伫御前佛堂，就甲我叫我徒儿啊，你身体差，你身体歹啊，安尼啦，哦，不要像为母嘛，赶快调试过来啊，观音就调倒转来，毋通像师傅中风安尼就对啦，哦。我等于甲帮忙诶，就是讲到头仔疼，我拢食饭仔糖吼。啊，一个头壳一个疼，气风爆发来吼，210几啦！我哦，这安尼讲，医生甲我讲你安怎来？我家开车来，我好险啊！安尼就对啦，安尼。安尼你我都开车，啊你甲我感觉啥？我无感觉啥，小我头壳安尼小疼，安尼尔，210几。吼，我啊听，哇，我做个师傅讲的吼。伊无甲我讲，我袂去碰啦，安尼啦，我著甲食饭仔糖啦，头疼，安尼啊就摇手切落安尼。啊，检查看，你敢佫有糖了啦？我无看我病，真正我想那么久呢。啊，一个师傅所讲的吼，刁文书甲的人才吼，讲迄个师傅是对啊毋对？吼，逐个嘛拢有这个字呢。啊，这刁文书过去，有刁文书上用的啊，吼，伊个做新人就上用的安尼，也毋过吼破病就烂嘛，安尼就真啦。吼，啊，所以讲检查起来，哇，原来我的病安尼，所以讲我今仔会当小可延长益寿吼，拢是先做师傅甲你交代的，安尼。所以修行无好处呢，修行安尼就有简单啦，一来就犯点早就，安尼也袂定，吼，找我目睭带安嘛袂定啦，吼。啊，师傅就安尼甲你点拄一下，你就知影通食药，安尼啦，吼，食药，啊，即摆食药，啥食药对身体佫无好。拄着爱小可研一下啦吼，水疗法，白天暗时啊，白天啊去化妆室，一定爱啉茶，吼，啊，逐早摕上少爱有300cc， 你的身体遐的毒素会排消，人也较袂中风，人也袂中风。要无吼，话佫超冷气，啊，花爽条的，迄个水分无去吼，爬起来迄个透早迄阵爬起来袂当啊屁屁，迄阵就好安尼就对，吼，毋知影讲这边治的水疗法才好用，安尼就对。吼，这是简单讲一下啦吼，哦，若要讲会真说袂了啦，吼，是这样吼，啊，咱知影吼，白天一定爱啉水、啉茶，温啊，吼，爱开天礼拜，我若甲你讲安尼个，就讲哦，拜咱的性命，遗苦拜咱的命，就是咱的退休才会哪来哪长啦，安尼啦，爱来去太认真拜，袂偷工减料啦吼，啊，所以讲咧，烦恼马上化为田，新鲜本如来。总咱人拢有烦恼，赶紧甲化掉，化为田，迄种田哎啦，迄烦恼拢解啦。若烦恼会解决，咱就烦恼就解决啦。毋过都袂解决，嘛就爱面对现实啦。吼，所以讲咱本来拢是如来，新鲜嘛是如来去做的啦。吼，如来嘛是新鲜，啊嘛是人啦。你若好啊修，好啊做，好啊度人，别日咱拢成佛啊，成佛。所以讲新鲜佛拢是咱人去做的啊。看是咱凡人听要做甲毋听做，安尼尔吼。
新鲜，这有合笑的啦吼。珍馐陷害早日复出正年代啦吼，快乐开怀自由自在啦。咱若会安尼做吼，修行听道理，也是来拜拜，种种呢，自然呢感觉真快乐。这是我日常的功课，咱若欢喜修，因为是安怎欢喜修，就是要转来西方，要知影这条路通转去西方。我本来是佛，配合伊的佛，你来做佛的工课。咱咧做事拢有欢喜修，甘愿做欢喜修，安尼啦吼。珍馐陷害早日复出，才有迄种正年代，吼。所以讲，咱大家拢想要转来成佛，有一个高位行者，毋通搁来做人。毋过呢，你若无珍馐实验啦，咱的人性，你若无好好修，好好把握，毋是敢听道理尔。若要甲讲起吼，互我嘛上拢袂了。要甲讲也毋听，毋甲讲也毋听，是对也毋对安尼啦吼。上咱若来开班，咱家己本身若咧开班，拢是阿母爱呢，像阿母爱咧去呢，逐项拢阿母爱呢，拢老母娘的呢。要叫你大人，你若讲无当讲；要叫你去做活动，还袂讲你无法度，无要创啥？敢若只听听的。食安转来咧，安尼完袂了呢，业袂消呢，安尼咧，也无分量要开刀有诶，毋是惊你食吼，无嘛爱互兄弟姊妹一个了缘的机会啦，消伊诶业啦，要消伊业要安怎？这很纳数呢，足歹讲呢，毋过佫无讲咱的过程呢，像咱学校本单位即马拢想讲吼，点样抒发起？这人同学讲啦。若见开班一个月开班呢，录人家落，无人家录一摆嘛，无要紧啦，是千个录嘛，无要紧，顺代志的啦吼。要人家无嫌济，嘛无嫌少啦，安尼啦，带前佛前呢，大家一起呢，做一个回向啦，了呢钱较摕去落去一个功德箱，安尼就对啦。无我今仔食这顿，无嘛，我嘛有落50块，我嘛无白食呢，我嘛无互我请呢，安尼嘛，食我家己的钱呢。安尼我嘛加减仔是消减呢，安尼呢，讲较济，做做公益的消减呢。话单位开班食饭爱钱呢，一顿50块呢，话安尼咧做呢，安尼咱是讲较寒酸啦，惊人袂接受啦吼。要无了我家己在来，伫遐大人也无听道理，敢若无听道理，叫你创啥拢无，家己报是上简单嘛，吼。至少实在哩嘛，至少实在哩嘛，这老亲情嘛，计较个人无共款嘛，安尼互伊加减仔消减身体无麻烦，较好个啦，安尼就对啦。做了吼，大家讲这昨爱讲个咧，这袂歹呢吼，安尼这佫袂歹，所以咱拢有咧继续啦，有咧继续所以我爱好好修，欢喜学佛道啦。所以讲来讲去，拢叫咱爱学佛尔啦，咱爱学佛啦吼。一步一步的功德做，迄毋通一步就登天，做事起头难，拢嘛一步一步来做，一步一步来做，毋通讲吼，我无时间啦，大家互我有我着要食菜啊，着来规心来修行啦，讲哪一世人都无法度，你着无地基，着无对第一楼放起来，你一份着要跳到8楼、7、8楼，哪有可能啊？所以讲咧，经济爱拍好势，像咧练功夫共款。心头要所在嘛，不分好好，安尼就对啦。迄就是咧，甲你巩固你的地基啊，安尼啦。逐项拢是为地基拍起啦，所以修的嘛是共款，一步一步来，按部就班，按部就班，安尼呢，自然而然，你的功德就有啦，就有啦，不分年纪，轻啊老啦，毋通分年纪轻啊老，互我拢常听着这老菩萨。阮老啊啦，互你少年做就好啦，安尼啦，阮咧老啊啦，安尼无法度啊。其实老菩萨必须得爱出来，你出来，迄阵咱你活动，你知毋知？你今仔老菩萨若开班有出来讲都去殊胜较宝贵。你甲看这老菩萨修50、60年，都要个始终如一，出来比较济啦。见到也怪安尼安强的话，坐轮椅倒去来这都看偌殊胜的，安尼就好了。干那你安尼就会吸引人，安尼你就讲起来。你毋通讲你老无法度啊，
当然是咱老过去有做，咱有趁一点在边啊，吼，但是毋通搁开发了去呢，咱趁一边啊，少年的时呢，鼓励这少年的，无咱来带动，若甲安尼甲少年的几个尔，我多我才干2、3个尔，对毋对？伊的信心全无，咱出来当增加伊信心，安尼咱的道场会哪方便，哪方便，所以毋通分老甲少年啦吼。拼甲咱一口气无来，安尼尊重，安尼才按公平好啦，天上的各位人间定，你做偌济，上天就互你偌济，你毋通去怪别人，毋通去怪别人，不分年纪，老甲少年吼，只要功夫成果啦吼，收到第一好啦，所以讲只要咱的功夫咧。爱下成功，爱落实落去做，自己才会悬啦，功德才会大啦。你毋通讲做一个月才干一厝尔啦，来听人讲过，当然就煞去啊，安尼啦吼。讲做人嘛无当多啦，要做工课，我无法度，谈拢无法度，要创啥，对毋对？所以讲的是呢，咱会当做啥，咱就尽量甲做啦。修行第一好，天上天下唯道独尊。大家拢是这条路，就是要往西方的路，大家拢爱要去西方，拢分段去做，安尼啦，所以讲，互我去听迄话，人请迄谈论歌好，安尼养险抓钱买落过，安尼就对啦。互我甲讲先生啊，你看你地府，你有看你西方呢？伊讲你有真足去听尔，我有啊，太多无咧听，你带你讲我拢分享甲你听的呢，这课嘛是我的功课，我拢有哪在听的，到底是迄对搭去的啊？对大去的安尼呢，我毋捌听西方呢，迄黄文水呢，边一支狗仔尾互你赶狗的呢，看甲奈好叫呢，无看有规清醒叫呢，对毋对？最起码你嘛互我了解，报地咧讲的清醒叫，我嘛安尼可能西方无安尼就对啦，所以讲的是呢，互我甲讲好，这个事叫你其他伊学起来呢，有影哩，叫迄题材啊讲咱无甲看西方去，有影咱拢入去地府就对啦，安尼去奈好叫哩。即摆等于后摆出来无共个咧，咱请西方文保，甲咱引进西方好，就搁养落来，安就对啦。互你袂抓包起来，有我嘛会看西方咧，对毋对？安尼啦，所以讲咱人永远都毋捌，你若甲顾一下伊上咱有咧听啦，安尼啦互我是来甲讲，我讲有咧听呢。有我头听甲煞，安尼对，是我了互你听，伊讲毋免啦，安尼啦，有影搁看去西方啦，安尼就对啦，所以大家拢爱要去西方，西方要安怎去？你无修无做，毋知影这条路你较行嘛行袂到，嘛伫遐咧说，安尼就对啦。所以咱今仔大家拢有求道，拢了解，所以讲道第一好啦普渡的道，毋惊艰苦啦所以讲咱渡人救人，咱即就是人常人咧普渡遐孤魂野鬼啦，安尼啦。咱是咧普渡遮地下遮众生，遮兄弟姊妹，要当互伊普渡，互伊得道，互伊当好啊修炼，把你手牵手转来西方啦才有法度圆满功果，回天老母4年代，等于老母才会4年代高位啦。你若无做，想讲要扫涂骹，你当作西方拢遐尔无清气尔，就毋通你去扫涂骹呢，所以讲你毋通空思妄想天上的各位人间定，咱伫遮咧做所以讲你做偌济，上天就互你偌济。你拢无做，等于到咧你就堆天占地，无采我有求道，满人就朝我当天求道尔。伊做甲工书做我拍拼，做认真，但是呢，咱都拢无做，无怪人伊求，伊也有人做，我无啦。迄阵甲咧堆天占地，拢上万啊啦所以毋通分年纪邀请大家来学佛啦，大家来学佛好唔好啊？好，等于我遮面皮，正题分大拢好啦所以讲有当时铺面面皮拢安尼啦大家拢下时就讲好，等于就袂提醒所以讲呢，咱即摆要落来呢，互我报到遮，落来就来邀请咱的卢老师呢带领着咱呢遮的迄个国乐团呢来演奏啦咱就热烈掌声请吴老师。